釘釘新手指南，了解釘釘標準版。釘釘係阿里巴巴集團打造嘅企業級智能移動辦公平台，引領未來新一代工作方式，會陪伴每一個企業成長。係數字經濟時代嘅企業組織同辦公同應用開發平台，係新生產力工具，為陪伴更多組織全面進入數字化時代，滿足唔同企業個性化嘅需求。釘釘面向唔同規模、唔同發展階段嘅組織同企業，提供咗唔同版本嘅產品同服務。釘釘標準版適合數字化起步階段企業同個人，高效協同管理團隊，激發活力。釘釘創業版面向小微企業，管理有序，協同便捷，形象專業。釘釘專業版面向中小企業，深度協同，資產安全，靈活開放。釘釘專屬版面向中大型企業，安全合規，自主可控。專屬 AI 釘釘混合版面向大型組織公司，結合本地運行，一致體驗。喺釘釘標準版中，同樣亦都提供咗豐富嘅基礎數字化能力，滿足數字化起步階段企業同個人嘅需求。AI 助理每日提供1000點免費運算力，提供標準版企業管理套裝，提供標準工作台，提供100GB 企業儲存空間。視像會議支援標清畫質，單場會議可以持續60分鐘。釘釘文檔支援25人，同時在線編輯，可以覆蓋基礎即時通訊、視像會議、辦公協同、直播、企業儲存、數據安全開放能力同 AI 助理等數字化需求。呢個就係釘釘標準版，專為數字化起步階段嘅企業同個人打造嘅數字化平台。更多數字化能力同服務，請繼續了解釘釘更多版本啦。